人也不能自杀了，人生难得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孝之始也。讲好话，拢爱讲好话。讲好话，拢爱讲好话。好了好了，写出来了，写出来了。莫烦我，莫会当载，莫烦我。你无啊啦，围巾包的啦，衫穿袂啊啦，莫带迄下的啊，伤寒的用迄个做暖暖包啊，家底买上大暖暖包，上头袂啊。新饮10几度了，手机的资讯说有5个县市会跌破10度了，超级寒流呢。个位数的就很冷了呢。夏天的30几度变到冬天的个位数差那么多，那么冷，有冷气团寒流，或者呢，太阳离我们很远。为什么他自杀啊？他有困难不告诉人家吗？不然就是他不信任人家，不然他就是不能接受人家的帮助。这就是没有正知正见了。所以人要学道，要修行，要广结善缘啊。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，心量要扩大，很有智慧，会找那个活路啊，求生存啊，会寻找资源啊。